若安颱風動量及發展記者會。2025年1月56日。將第一熱帶氣旋路線圖。喺呢個路線圖啊，而家天文台佢評估呢個熱帶氣旋若安，佢近中心平均風速為65公里啊，未來佢稍為增強至85公里每小時風速，但其後佢轉過向東北，受東北季候風影響，強度會有所減弱，可能到後期可能減弱到65至55 km， 即係熱帶風暴至熱帶低氣壓之間啦。若安現時強度為 S4 啊，路徑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啊，強度變化保持 S4 強度熱帶風暴啊，中心風力為65公里每小時風速啊。將其實天文台對熱帶風暴若安預測，在下午4時，熱帶風暴若安集結為大致東南偏東約810公里，預向西北移動時速14公里，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。將其實商業預測，都睇緊呢個若安現時係佢係 S4， 中心最大風力為65公里每小時風速啊。未來佢係先向西北方向，跟住掉個頭，再往東南方向喺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啊。同樣預測若安颱風會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。若安颱風海水溫度、風鐵變及大環境。海水溫度月29號至30號係有利熱帶氣旋若安最發展啦，跟住風鐵變中緊啦，係有利佢稍為增強，但增強幅度係唔會好大。大環境良好啊，隨次風鐵變中等啦，乾流質良好至中等啦，乾流性相信有利熱帶氣旋佢靠呂宋之後可以給佢更多能量啦。副歌偏西引導佢移向呂宋以東海域啊。特成預報若安颱風都顯示佢係先向西北，然後再向東北方向啦，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啊。同樣預測若安颱風會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。完。今次的天氣若安動向、強度及路徑分析，記者會到此完畢，多謝。